邊間多飯啊？食完咯，食完咯。有呢種啊！依間咧就喺個馬來西亞吉隆坡招拉嘅宋埃朗，呢度咧就係食免費嘅，專做善事嘅。依間咧就叫感恩之家喺宋埃朗嘅。咁時間咧就每一日咧就喺10點半到咧5點鐘嘅。如果各位朋友有緣嘅，就可以嚟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招拉區嘅宋埃朗。